好，来继续要来看英歌舞，是广东潮州汕头地区传统的民俗表演，演出的角色拢来自民间的小说《水浒传》。当地一个舞队受邀请到云林大悲三仙亭的三山国王庙来做交流，真侪乡亲拢是第一届看到这款的表演，印象深刻。 精彩表演一开始，有真侪乡亲伫看热。这个表演团体是广东汕头一个英歌舞队来台湾进行交流。因为大鼻乡大河街三仙亭三山国王的信仰嘛来自广东地区，尤其是台湾上早开启三山国王庙。 再加上台湾无即款艺阵，互乡亲感觉真神奇。台湾吼，因为为咱先说讲吼，而且来邀请咱即间庙去选着。建庙480年来毋捌即种的，你咧家己面谱，因咧家己拍，咧拍了真正赞。咱虽然咱王爷公庙遮正卡所在啊，呢有法度来遮去表演啊，种。 英歌舞结合舞蹈、戏曲甲武术等等元素，内底大部分的角色是来自民间小说《水浒传》。咱宋江镇吼拜的周叔爷做相公爷，相公爷其实就是前都元帅，也是外江戏啊，所以其实某个层面在某个细节上是有一点点雷同。庙方期待未来会当有更较侪交流，增加大家对艺术文化的体验甲了解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